在此之前咧，根據基本法160條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喺2月嘅時候咧，通過全部原有嘅法律，除咗有24條，全部或者一部分咧係有違反基本法不能被採用之外咧，其他係全部咧係繼續喺香港生效嘅。咁另外咧，大家知道香港好多法律係用嗰個女王啊、皇冠啊、皇室啊呢啲名詞喺我哋法律上有嘅。咁呢啲咧就要有個通過用呢個法律性化，即係法律就唔改，但係呢啲字眼咧就有殖民地色彩嘅字眼咧，就代替咗佢新嘅同等嘅官員或者係機構咧係要作出咗嘅代替咗啦。咁亦都係全國性法律咧喺本地立法或者公佈方式喺香港實施，咁所以呢個就過渡咧係本來係好完善嘅。但係咧1997年7月1號一個年假咧，開始有人挑戰臨時立法會啦。佢話基本法書都冇寫臨時立法會呢樣嘢嘅，點解你哋可以有個臨時立法會啊？咁呢個係乜嘢咧？呢邊有個大律師咧，俾人告佢妨礙司法公正。佢話告我嘅英女王已經撤退咗喺香港，所以呢個法律唔生效，即係已經係唔可以繼續喺呢個案件唔可以繼續做啦咁。咁至於我哋講過香港回歸條例咧，佢話呢個係臨時立法會通過，臨時立法會唔係一個嘅合法嘅組織咁。咁但係法官咧當時好短嘅時間咧，就已經確認咗臨時立法會嘅合法性，就我剛才講嘅喺有需要時咧係可以有一個臨時嘅機構咧係代替呢個原有機構，一直至佢能夠順利運作為止嘅。咁好彩係咁，如果唔係你諗下，一個跛腳嘅政府要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嘅時候先再能夠更正呢樣嘢咧，就會係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睇起上嚟好似好容易啊，順理成章啫。原本係女王就變咗特區政府咁樣咯。咁但係咧，其實都好多麻煩喺處嘅，因為好似譬如女王啊呢啲咧，本來嘅意思係代表英國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咁如果係回歸嘅時候，係咪等於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咧？但係當時咧，英國人咧就好希望咧係去中央化，即係話盡量少中央參與香港嘅事。咁所以咧就變咗削咗佢嗰個英國政府嗰部分，唔俾中央政府去參與。咁但係唔得嘅，你個法律適應法咧係原本係咁就變翻咁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將佢扭翻轉頭。當時咧有啲政客咧就利用話回歸初期咧，市民對呢個中央嘅信心不足咧，係乘機挑撥離間啊，認為呢個咧係破壞一國兩制，係破壞高度自治嘅。咁生活方式。